到廣告之後，繼續收聽遲朝規節。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你大家來關心些小組5年20是蔡總統就職末日9年，到底民眾對呢一年當中嘅所有政策，原來都滿足部分，你讓人們觀察。因為節目地圖為大家繞長度，係你老朋友莊國生莊教授，教授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歡迎現場各位落嚟你嘅節目好。你先嚟強調一件事情吼，然其他總統吼比起來，都大家第一年。蔡總統的體驗，告訴你自家有蠻快。其他總統比起來，我知道要考慮到一件事情，只不過講台灣的選舉還有政治的日常發生的變化。譬如講阿扁第一年，2000年，第當選，第2001年係佢第一年，但係嗰個時候佢選舉就要開始，因為嗰個時候縣市長選舉、立法委員選舉同總統的選舉是冇共用時間，係分開來，係分開來，然後有啲會係嘅中間，有啲時候係其他時間。而家嚟講，選舉已經調整到就2年一度嘅，所以看到第一年，蔡英文面對第一年同其他總統嘅第一年是冇多共用，因為台灣嘅選舉嘅時間已經調整嘅。第二就係講，同啲樣樣嘅比，我想當然我同民進黨即係先比啦。以下總統係第二陣民進黨嘅總統，當然同陳水扁就第二民進黨總統來比嘅話，而家佢當然有啲個地方嘅支持度可能比佢嗰時候較大。佢當然佢個人來講，選舉嘅經驗可能較少，然後同一種人民嘅親和力，可能比起從前嘅選舉戰將嘅阿扁比起來，可能大家用樣嘅評價一清楚，一點可能就會影響到佢第一年嘅一種嘅評價也好、民調也好嘅基本嘅原因啦。但係有一啲原則係未必須考慮到，就係講台灣也面對嘅情況同過去也冇共樣啦。所以講大家總統面對嘅考題、面對嘅環境唔完全一樣。所以講看佢哋會表現，有啲時候唔係咁容易，因為大家人面對嘅環境，面對嘅挑戰是冇共樣。都一點嚟講，我知道就一年來即總統所面對嘅環境嘅挑戰嚟講，我知道還算係冇講非常嘅突出嘅表現，但係也冇講做差嘛嘅大事情。也係我基本對佢嘅評價。你哋又到台灣一任係4年嘛，你講做咧連任是8年，大家都搶年係你也係特別重視頭一年嘅表現，到底8年也好，4年也好，講頭一年真件係比其他年係哪重要？我知道第一年重不重要結天以後輩選舉嘅起嚟啊。你係2018啦？而家馬上對蔡英文來講，也係第一年嘅重要性比以前嘅總統嘅第一年重要性可能較大，因為而家馬上就有其中嘅選舉，而家一年做到冇2018絕對數都影響，所以我知道也係對佢來講，也係第一年比其他年嘅第一年較重要。第一點，第二就係講而家唔不管用嘅立法院係過半，民進黨立法院有過半，所以唔做到冇，大家知道講點都較冇理由啊。以前民進黨立法院始終冇過半嘛，所以係做到有乜嘅問題冇辦法推通乜嘅政策，唔係可以解釋因為立法院有影響，但係而家冇一啲理由啊。有啊，佢哋啊，係你講係國民黨都較背過啦。我知道一點講實在唔係一啲黨有利嘅理由啦，因為不管用嘅唔係讀書啊，你假使知道講有啲正確嘅事情你這麼冇辦法堅持。尤其係你睇唔比國民黨嘅次都會按多啊，所以唔講國民黨背過嘅話，佢就都要考慮到你係咩本身嘅啲議題嘅正當性啊，我本嘅就要按強嘅理由來背過，然後又背過要按有效，佢可能就本身要檢討講有議題嘅本身係咪有問題啊？你整體來看你分做2部分，內政外交來檢視2年。喺內政上來看你看到蔡政府主打一些改革，不過記者下睇年金改革、司法嘅改革，萬乃談到不滿嘅上，對蔡亞東也見到個批評。係咪哪一個角度來看，既然改革是一種唔好嘅事情去改聽嘛？係咪會按到人不滿，會批評，表示你改錯嘅？到底你下面對呢啲改革嘅阻礙，政府應當係點樣來看待？第一啦，只要講到改革，
代表講一定係有問題啊。係啊，哦，佢冇假設大家就非常嘅同意，哦，一啲插鹽就冇，佢講實在唔係都改革啦，跟人都實證嘅嘛，啊就攞做嘛，佢就做就對嘅，所以你碰到一改革哦，要改要革有兩個事，代表講一定對現狀有所變動，啊你發吼有人來抗議啊，上係非常嘅正常。誒，而家嚟講主要嘅改革，譬如講年金改革，年金改革當然受到影響嘅既得利益揸起，一定會有意見，哦，也係必然嘅。好，重點就係講，你阿啲改革吼，改革了以後，係咪有人可以得到好處啊？得到好處嘅人同好即係實際利益嘅人咯，嘛，喺旁邊嘅人又較多。好，我知道一點政府要講清楚。好，唔從事一啲改革吼，味道係乜嘅？好，受到利益嘅人有幾多？好，嗰種受到損害嘅人吼，好都合理嘅情況下，用嚟去補償。我知道當重要，譬如講，哦，而家大家知道講最需要改革嘅問題之一，就係所謂嘅18%郵費存款利息。但係你郵費存款利息咧，啊，政府一年支出800多億吼，假設而家政府要安尼拍呢個，而家你郵費存款利息800多億吼，以後慢慢地減到0，就會廢除以後吼，800多億移做其他方面嘅建設，譬如講社會福利啦、長照啊，還有照顧青年啊，我相信都大家絕對會支持嘅，啊，因為有人得到好處嘛，你就利用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會得到好處吼，好來平息一種反對嘅聲音吼。我知道也係任何民主國家必然會做嘅，但係而家嚟講，政府對一點缺乏，也就係講我做一改革，但係改革以後乜人得到好處咯？哦，講到唔當清楚，從人冇人知啊。誒，所以可能你當然就得到好處嘅人吼，佢唔知道佢自己會得到好處啊。好，得到受到損害嘅人，誒，所以佢唔知道一樣嘅支持嘛。好，佢冇感覺，但係佢受到損害嘅人，佢當然一定會出嚟抗議嘛。所以年金改革嘅問題，我知道，好冇講到一改革萬人會得到好處。好，我知道係伊個主要嘅原則。你譬如講啊，講到同婚嘅問題，反正就等到睇法官。哦，視線，我所以一點政府依法行政啦。依法行政呢一點，佢對睇法官去解釋以前，佢也提出一隻，年代大家話到哦，蔡總統係支持同性戀婚姻呢，是改民法咗。做埋希望立法院自家要講哦，用從嚴一下正義太太咧，你係呢難為律例比較法，好嘅事情、正確嘅事情，用一擺做到位來。知道立法院吼，因為台灣嘅社會對呢個問題嚟講吼。民意係非常嘅分裂啦，吼年輕人哦，我個人嘅了解，大部分係支持同性。像呢個問題接觸到嘅太體嘅，尤其國外留學嘅人，一般嘅人，大概對呢個問題唔會當反對啦。但係50歲以上嘅人哦，基本上贊成嘅人我知道多少。哦，也所以都有安尼情況之下，對立法委員嚟講，佢要顧到嘅民意嘛，吼，所以佢當然特啥有特啥意見啦。啊，因為佢個最重要係佢個人嘅當選啦。哦，所以啊，照顧佢先佢嘅民意係當重要。因此呢，有啲問題哦，我知道就會實際碰到一個問題啊，就會你嘅政府行政權同埋立法權中間嘅關係到底係樣嘅。好，你作為咧黨主席，到底你對啊黨員有其他嘢兩頭能力啦。你兩隻權都對人數方呢，立法權也對人數方呢，你會變咗七家打七家贏嘅感覺。所以一點我知道係可能要執政係需要檢討啦。也就係講。好，我要推動一啲前瞻性嘅政策。好，雖然而家大部分人可能唔多贊成，就好像以前先冇基礎建業，跟住呢多年其實甚至有人講過有建業啊，청年都係咪會有安全嘅問題哦？所以有啲位先進嘅政策，吼，世界所有國家就共用，一開始支持嘅人就唔係多數。但係呢，你作為一個兩頭國家政治家，你知道一件事情係必須要做嘅，你就先要做。然後呢，對於嗰種民意代表，佢擔心佢會失去選票，嚇佢會反對，嚇，嚇，這種兩個辦法，第一就係用嚟說服佢，第二就係講啊其他方面做得好，嚇，讓人民唔可以因為一單一嘅議題，嚇，就喪失對我民進黨對我嘅支持。所以你喺推動一種前瞻性嘅政策嘅時候，嚇，其他方面我要相對好嘅政策，嚇。來補他家嘅問題，譬如講啊，以前李登輝啊，佢推動啊憲政改革，總統民選，呢啲就當呢當然其實唔係按贊成，譬如講東線，當然知道哎呀冇時有贊成，支持嘅人可能都台灣社會就民意調查嚟講，確定支持嘅人可能也唔係多數，但係佢一樣嘅做呢，幾簡單，嗰時候推動嘛嗰種全民憲報啊。
大家知道讲，也咧好啊，李登辉做总统，有向数的多，所以呢，对于佢嘅政党来讲，对佢本人来讲，支持度係呢一個，佢就有一種嘅本錢去推動一種要前瞻性嘅，佢哋時候正義較大嘅政策，也就是講，我用呢個好嘅嚟，呢個大嘅去掩護去支持一種有前瞻性嘅，但係참時有正義嘅政策，因為我國家知道就會安尼啦。老師講咧200前瞻性吼，還是孫的老師的前瞻性論文吼，記得你下味道嘅標記字吼，你想到用抗台政府嘅支出半年8800億，結果了後呢一跌出來，你看冇到，唔但像係蔡亞當批評添，連部分長時間一支持民進黨嘅人，包含學者啦，還有民進黨自家嘅地度嘅人，也有意見。總嘛個把在把案度留俾你下台下二台人來承擔，係咪？用一隻簡單好義嘅政策，從而變咗想都唔拉詳細，按條件是掉出來，人啥是為講哦，當然啦，因為殺人嘅嫌疑，按你嘅對象睇地度嘅民進黨嘅掩飾，好嘅政策用按冇多變到樣。我知道一提行嘅政策嘅說服能力嘅問題，因為半年8800億嘅所謂前瞻計劃吼。就我個人的了解，其實佢係含咧把過去政府當道補助地方建設的計劃吼，把佢綜合起來。半年8800億，一年1100億。實際以下中央一年補助各縣市的各種的建設，不管交通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實際一超過1000億啊。其實就會把以前當道計劃把佢整理起來，納入喺啲前瞻之中啦。但是冇一前瞻計劃含喺當道嘅補助啦。所以其實佢講真嘅係咪增加政府當道新嘅負擔確實也冇啦。但係也就另一個問題就講，其實就會把以前嘅計劃拿出來，要慢慢新嘅東西拿出來，重新包裝下，整起嘅知名度，整起一下宣傳嘅效益。agenda setting 其實 setting 嘅議題本大家聽一下。實際其實冇一前瞻計劃，當年補助到各地方做嘅公路、鐵路，實際也超過1000億啊，甚至1000億嘅加批啦。因為以前都高雄服務嘅時候就講清楚嘛。但係不管用嘅含呢一計劃含呢有一個基本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只會講第一說服嘅問題，第二政府含要講清楚做乜以下看起來有啲錢安泰實際因為以前嘅建設大部分集中嘅北部集中嘅都市地區，所以中南部或者係較鄉下地方確實在建設係較少。看起到少唔多。按長久以來大家就會有種本能，知道中南部也好，鄉下也好，冇需要建設。反正冇建設一個月幾十年，冇建設。所以人口不斷的外流，人口不斷的外流，人就當少，當然知道建設路冇人行，火車冇人坐，然後按你話要人口要更加外流，因為唔方便，惡性循環，所以變成惡性循環。我知道台灣嘅情況係安尼，唔係講一條地方唔需要建設，係過去長久啦冇建設，所以人口外流，人口外流就變成建設就冇效益啦，冇人坐冇人利用，所以更加。人口更加外流，就更加冇需要建設。我知道有啲前瞻建設應該除咗硬體東西變落去以外，我要你講嘢就講，你用嚟反轉，用嚟改變台灣嘅基本嘅生活嘅形態，一種都市同一鄉下之間嘅關聯。我知道就作為國土嘅改造，我知道一點較重要，比表面嘅鐵路表面嘅愛重要。OK 好，希望上半場總教授按詳細分析，當然除了內政，大家當關心嘅對外。包含你看到禮拜嘅 WHA 人冇做條河期，係咩轉機係兩岸關係唔好所造成嘅，先了解下，讓住轉來。讓大家過去擺轉到討論嘅現場，因為關心526蔡總統就職主日，上半場你看到嘅內政方面，下半場外交嘅來看吼，你要先肯定蔡總統一點，上映以後你看到老美國嘅關係變強嘅，老日本嘅關係高上1000條嘅，然後關係協會證明嘅，係咩？你也係佢做到嘅
敢迄付出的代价是啦其他关系，像因无之前安好，因讲几十里的奈及利亚，前方本人讲，哎呦，派本人来台，然后斐济讲驻台办事处查走啊，了摆 WHA， 因也连也有枪含都无拿到，都在迄枚味道的，他是没有的外交关系，你也是一天会牺牲，伊还讲像董东人批评，你根本是你两岸关系无幕后，中国要么安样对付你？中国对台湾一种外交的维度也好，外交战也好，吼，实在从几十年来无停止过啊！吼，即两蒋时期，嗰陣時候有冇個獨立嘅問題啊？有冇個台冇人係嘛？連我當我都係盟友嘅時。絕對冇安尼問題，嗰陣時候團購，他家己都團購幾多個國家，嚇聯合國那冇辦法留喺地度啊！所以，嚇中國對你這種嘅外交嘅封殺，嗬，係只有會停止嘅時候就會同意你嘅嘢啦，嚇，所以一點係必然。像譬如講，家主持人講到 WHA 過去嘅幾年可以開個3年嘅會，嗬，因為唔就承認講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所以中國就同意嗬，第七屆內部嘅一部分來參加一個會議，就同香港一樣，嚇，佢係聯合國還有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嘅共識啊，只係過去嗬，嚇一點他家冇。政府唔強調，嚇，所以並唔係講真正台灣，它都會某個國際新的空間，實在冇。只不過你承認的一件事情的時候，嚇，所以中國就讓你希望他家己都講台灣係中國的一部分，所以我帶定進入來。而家唔願意承認的，佢就唔帶入去嘅嘛。嚇，就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好，然後台灣不斷的進出，過去可以入，以後不能入，嗬。只不過一對國之間更加強調講台灣係咪中國的一部分，一件事情係有爭議嘅。所以其實我以前有到時混入來，到時會出去。喺假設佢係始終係中國的一部分，像香港，佢就唔會有話，佢就坐到好好，佢就冇有入出嘅問題啊。所以一點嗬，WHA中國釋出安尼嘅動作，對佢未來到國際外交，譬如講強調台灣係咪中國一部分咯，未必係一件正面嘅事情，因為佢等於係凸顯嘅一啲爭議啦。吼，強調一個爭議，嚇唔係按確定，但係不管樣嘅吼，去開個3年嘅會，但係也不代表唔可以成為正式嘅會議啦。嚇，創業嘅工作小組也好，嚇工作會議也好，一度人冇辦法參加，所以政府就判斷講吼，嚇，為到一3年嘅會議吼，喺國之間本人要講一擺講唔係中國的一部分吼，唔合算啊，哦，實在也唔係用嘅合算呢一件事情，所以就現在講不管用嘅立場絕對唔改變就冇事。然後美國同日本吼，今日同台灣嘅關係有改善，因為嗰條財富係講台灣萬年執政唔要緊，重點咩在言吼，講話要有信用，做事要有原則，吼立場要始終一致，吼不管通也好，託也好吼。講話有信用，做事有原則，立場一致。我就知道講按樣嘅來面對，按樣嘅來調整我嘅政策。唔好講處於咧不確定，根本嘢唔講即係西部一模，香港嘢要講一邊一國。安尼所以我家頭就看報紙，當地都講唔嘅立場要變到乜嘅地方去。一點係泰國最忌諱、最唔喜歡嘅一件事情。蔡總統不管用嘅1年多維持現狀嘅事是冇變，然後也冇做乜嘅改變現狀嘅事情，然後不承認一種原則，叫人強勢也冇變，佢也冇講惡意嘅講法。以前阿扁總統嘅時代最本人批評嘅就係有啲地方搖搖擺擺，要佢講即係民進黨唔可以少改有台獨嘅黨講，但係佢下邊要講兩岸可以討論一種嘅問題，叫你謹慎等，他家就唔知佢到底係做乜嘅事情。但係以下蔡英文總統不管用嘅，你按樣嘅批評就2點維持現狀，不承認一種，就按簡單嘅，按容易了解嘅觀念。一點喺外國對佢嚟講，滿意唔滿意係一件事情，較新穎。一點係。當然啦，一點係咩碰到未來中國到國際上更多嘅維度啊，一種種嘅問題我想恐怕也係要面對。高速公路面對本來想到籌備係談到6位非嘅主委總是有面，佢對啲發言批准是講到，你佢再度講出來，你唔承認一種，喺面對5年人以前要主管兩岸事務嘅總是有面講出兩句話，代表嘅底下對蔡英文提言是聽條嘅，冇可能有乜嘅叫你強勢。我想
不止係要體年聽挑吼，只要要中小年注意做1年，就代表個政策唔會改變。吼，佢做結構就代表政策至少要維持結構。哦，佢講嘅話也唔可能係佢自家本能先咧講出來吼，一定咧得到嘅雙面嘅指示吼，所以也就會講到5·26之前，台灣吼即政府同全世界包含中國講，也一種嘅問題吼，不必再問嘅。你唔接受？係啊，不必再猜講啊5·26嘅講法嘅話，中國一件事情。佢講嘅時間點咩當度吼，是前2年。就有他講以前我講其他講，哎呀5·26嘅談話會講乜嘅新嘅東西啦，等等吼，伊下佢安尼講就等於講先攤牌。已經唔是他講唔是猜測嘅吼，其他事情也都可以猜，一件事情不必猜，唔可以有乜嘅新嘅改變。我想一點係一確定，因為政府我想已經算過吼，承認所謂嘅9·2共識也好，伊咧中國吼，實際嘅好處可能當有限。哦，譬如講台灣過去8年哦，要承認一件事情，但係台灣過去講經濟並冇，哦，所以你講經濟有乜嘅讓利也好，等等也好，吼，政府也判斷講，得到嘅好處有限。吼，但係你對一國內一種認同也好，吼國之間對你嘅聽味也好，吼甚至於可能講影響公務人員咧、軍方嘅一種忠誠認同吼，其實都講那種吼生命所謂嘅一種，吼但係你要即其他方面又要堅持講國家安全哦，也可能係矛盾嘅，吼因此都一點以下政府吼不管用嘅，佢就選擇講立場係你一直吼不改變。不過講出呢個計法，你感受到嘅態度係對兩岸方。最近蔡政府又變到韓硬硬咧，你對於中國咁有硬嘅本錢，係咩大家當時嘅？你下看到嘅WHA也好啦，看到咧飛機也好，又係正經佢哋打外交戰嘅開始。哦，之前嘅介紹都未半年前比來台以後，係咩啥咧？尤其你看到該翁山書記去老該教宗見面嘅時節，喲，你睇教廷要老緬甸，哇，佢哋喺老緬甸。來談見人嘅警告嘅，我啲傳是講，韓語就係咩中國嘅機會就動態，問題係高點嘅，你都要做唯一嘅邦交國，今年按用係講一步一步樣下去，殺落，你敢對掉？啲緬甸同也高點警告，也可能同中國冇乜個直接嘅影響啦，嚇，就講中國他唔會同也緬甸嘅外交關聯可能冇安排，不過接點來講，嚇，我想政府可能也已經有準備。因為高鐵哦，佢長期來佢派到台灣，哦派到一中華民國來，佢也未派大使，哦，所以也只會講佢喺外交關係，其實在要維持一個最大嘅限度，哦最大嘅情況。所以，哦未來假設團體嘅話，吼，係咪要加減少一啲？吼，我想，哦對台灣人來講，可能對團購來講，影響深度嘅衝擊，可能也唔係安大。哦，但係不管用嘅，吼，我邦交國係呢當重要，也只會講，而家政府吼。知道要做到一件事情當重要，乜個事情當重要就講，好，你睇邦交國減少，本日中國白踢，好也唔是要準備，心裡要準備，唔到其他方面吼，係咪有辦法發展？好，也不只係講，你講國際組織也係，國際組織冇話講特別做一強用本人打壓吧？所以講，一片團體吼，本人邦體，你係咪有其他方面有辦法發展？哦，也不但係講係咪要劃啲新嘅國家進來吼，所以佢也可以做得到啦，也唔係完全做唔到，但係也可能唔係最重要嘅重點，就是講唔同一太嘅國家嘅關係，然後啲安全嘅合作，吼，一種實際嘅關係吼，係咪有辦法，吼一片模體，另外一片補進來。對一點嚟講啊，使到台灣啊面對一個現象，就是講吼，台灣內部要自強，乜嘢叫做自強？譬如講最重要同美國嘅關係，大家知道同美國關係當重要，第一安全，吼第二經濟。但係你睇安全嚟講，大家最近要談到講，國防部又有國際총梁，韓中又係講白日嘅機密又拿本中國，但係一個國際총梁主管你嘛叫做飛彈，同美國買來嘅飛彈飛彈指揮部，所以講你美國咩講？哎呀，我買啊你先進嘅武器本，記得飛彈嚟講，同美國買啊愛國者飛彈，花費咗1800億，結果買啊到武器本，結果消息。流到中國嘅片，跟以後所有同啊美國有關聯、有使用一種武器嘅國家，係咪全部受到影響？那台灣按唔可靠、按危險，將來做乜同合作？一種東西喺台灣自己要自強。假設台灣有啲空嘅嗬，始終會有安尼空嘅，始終會本人唔信任嗬。跟不管怎樣嘅
講樣在後堂嘅發函咧講，承認乜嘅原則，唔承認乜嘅原則吼，台灣嘅安全啊，對外國嘅形象吼，即對我受到動態影響。唔但止係人美國咧，你也有此強啊，你哋也發展蔡政府係咪動態上嘅新南向？結果中國目標一帶一路係咪是台你新南向嘅路？一帶一路吼，其重點其實係中亞啦，吼一帶也較重要，因為中亞眾多國家需要眾多基礎建設嘅投資，還有中國嘅石油、天然氣同嘅幹路安尼來過來，所以重點係一帶啦，其實前不久可以嚟飛，內嘅國家大部分也係個中原嘅中亞國家。在新南方嚟講，佢哋同台灣合作嘅項目同中國合作項目冇完全一樣。所以我講一點中間影響不大，但係新南方重點唔係同中國比建設嘅水準啊，而係比嗰種軟體啊，比如講印尼希望發展知識。